Vòng theo, vòng theo, u theo, tầm để chơi hia, tầm để đó, ayo. Giờ ta hay rồi. Muốn cho nhỉ? Không đây. 哎呀，喊那眼录下嘅田一，还有妈妈中嘅做通嘅，哎呀嘅眼妈妈，一條條剪面，黃條誒。嘅下眼嘅眼間眼嘅田一姐姐其實鄉下是中華時代讀書，啊隨便講爸爸媽媽去做眼嘅，寒假暑假啊，嗰段時間會做眼嘅，啊就去田面去看一個花，啊所以眼嘅錄下嘅做通嘅大部分的色其實都是熟悉到，目珠打開看到天落背，我古來嘅時間沒看到按到九重閣，所以變講九重閣其實每個作品裡背一個具體嘅部分。愛韓式嘅時間，我覺得最漂亮的動物就是雞跟鳥，就是有羽毛然後會飛的。禽類都有夜盲症嘛，入夜之後它們就不會飛，就會乖乖待在那個杆子上，所以我就會領暗頭的時間，手啊給基底波去爬上欄杆去偷摸鴿子，就是只是為了要摸一下鴿子的觸感。對，就小時候做過這種事情，這樣。哎呀，嘅係呢，我自有印象以來，其實我哋家厝就一直擺一片啊。包含譬如講我阿媽就小時候地輩嘅平妹，啊自己生活地輩嘅台妹，其實每帶眼嚟也是擺樣。啊韓式眼跟眼嘅姐姐，係有念到寫嘅話啦、寫嘅話啦，碌卡唔做眼嚟曉嘅眼嚟就會跟嘅話咩話，講啊八公也是啊就帶啲嘅東西過來為嘅話為咩話，所以講啊一個八公其實對眼嚟嘅成長經驗嚟講，係咧扮演咗一個最重要嘅嗰種陪伴嘅一個角色。因為韓式嘅時節其實，嗰種咩有記憶以來，其實就有點樣講，啊，我哋韓式眼間兩個姐姐其實，間也是當作我哋自家嘅有，即就是高料嘅地方啦。我哋每次喺前面踢杆嘅啦，然後搞表演前啦，也對哦。啊就一直到睇以後，咱漸漸嘅啲講啊，哦，我阿公係咧一個作家。啊，一條路之所以叫做離河小徑，是因為中離河嘅係，我阿公去民農鎮行愛上班啦，或者講啊去台北看片啦，啊幾啊多民農來，啊幾啊多人都卡來嘅時節，因為對逐條街嗰邊行一條岔路，安尼行入來，因為嘅係其實一條牛車路算是比較近的捷徑安尼，所以就抄這個近路，然後就行過來，所以一條因為就係咧以生活地方會行嘅路，所以我哋經過一條路徑按到離河小徑。我創作嘅靈感就係對離山一塊土地開始。